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讲到这两天，大家真注目一个社会新闻，讲一个外国人甲因囝儿在路顶行过斑马路，结果去互车弄死。但是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今仔日来讨论。俗语讲，无行袂出名。外国人每年伫咱台湾交通事故是有5000件，是行路人的地价歹名声。实际数字袂走色，死亡的人数听到你会惊。台湾，你我拢爱斟酌听。首先，咱来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逢甲大學智慧運輸與物流創新中心的副主任鍾惠如鍾老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吼！係頭拄仔聽到迄個新聞，其實足艱苦的。咱小咱來好來討論。第二位是咱退休的交通員警趙明錦。各位鄉親、各位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交通專欄的作家林碧芬。大家好，我是林碧芬。那麼第四位是咱台灣啊，住了15年，會使講已經變做台灣人的日本人沙沙基桑。大家好，我是沙沙基，住喺高雄19年，是日本人。好，咱来隨時來看講，尤其呢，咱這集雖然哦是對着CNN 哦一個報道，講咱台灣哦是用路人、行路人的地價，講咱台灣的這個死亡率啊，2021年啦，有2962人死在交通的意外，是英國5倍，日本的6倍。啊，咪人咧行的這個道路啦，彎曲曲啦，哇，攏是機車，攏是奧多擺，而且咯，這行經的這個路線攏去變化。事情就是發生在拜二的暗時，發生有民眾在過車路的時陣，互公車弄死。一堆少年的這個爸母啦，塞到這個嬰兒車啊，過了車路，去一台啦駛真緊，連轉彎啊都無踩無打這個 brake 去弄到。媽媽甲這個查甫這個翁嬰啊，送病院急救，攏無轉轉來。爸爸呢好佳在是輕傷，但公車的這個駕駛醫生發辦10萬塊交補。下車轟弄了後，吹過一片，大人的目鏡甲拖鞋落地邊仔。台中市27暗11點左右發生重大車禍，一台公車經過北區學士路倒越英才路的時，技術無看到一對翁仔某剎嬰仔車行佇旁邊線，直接弄落去。一歲查某囡仔甲母親當場無喘氣心跳，送醫急救當場宣告死亡。查某囡仔父親只受輕傷。我車這樣的他在我後面，我這樣彎的時候，我看不到他，他在我後面這樣過來，然後就我正好彎過來，正好跟他這樣碰到。公車司機是同一個方向過來，然後直接左轉，然後他是有打方向燈的，然後直接從左前方撞擊過去，然後左前輪可能有碾到。查某囡仔的父親是伊拉克籍，有外交居留證在台依親。伊表示，迄當時假期後後生出門食物件，行程專用號誌，顯示抑個10幾秒的時間，想要到行佇斑馬線，突然後車龍。他一開口就說他沒有看到我們，我沒有問他什麼，他就說他沒有看到我們，然後所以我才看到3個人，沒看到4個人，他說都沒有看到。出車禍司機向被害者家屬鞠躬，跪落來回施禮。台中市長羅秀燕也到病院探視受傷的查某囡仔父親，也慰問家屬，佮答應市府會全力幫忙釐清這件交通事故的原因佮責任。目前，肇事車輛予警方查扣，公車司機當接受調查，詳細事故原因會由交通大隊事故處理組分析檢判。檢方在偵訊了後裁定10萬交補。本案警方正積極調閱附近的監視器影像，以釐清發生經過。詳細的事故原因將交由交通警察大隊事故處理組後續分析研判。公車浪行人造成2死1傷，交通部早期表示，要執行公路總局要求運輸業者車輛經過斑馬線進前愛停落來，以同理心尊重行人。短期來會用執法來改變塞車文化。記者綜合報道。咱看到這個案件啊，其實心情啊真震盪，唔是為了這個單一的這個事件而已。事實上，這種事件在台灣會使講是逐天發生。
咱先请这个民警吼来跟咱讲这个案件特殊在哪里？是讲真一般性的这个案件，但是就是安尼来发生。其实吼，像这个案件伫台湾是定定伫发生的吼，迄是讲今仔日吼有人往生较不幸啦吼。其实你若为这个个案来看，伊是足侪无共款的因素斗做伙吼。你若讲为一开始，就是第一，就是咱驾驶的习惯无好；第二，就是伊伫路口的时阵伊无停，像咱无停，无减速，对，伊爱减速，像咱爱减速呢，咱照你讲吼，你看到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阵是，你不管有人无人，你爱先减速。注意有没有行人但是咱的惯性是安尼，我感觉无人，我就会使过。迄就敢若你去外国，你看到迄个停止线有无？因逐只车四方拢无车无人，伊嘛是爱停落来才开始开。但是咱台湾人无即个习惯啦吼。第二就是你洗我的时候，咱台湾人一个足歹习惯，咱讲切西瓜啦，咱用斜的甲切过去。咱知影咱人的目睭看的角度是安尼，但是你若要洗我安尼的时阵吼，你看袂到你后壁即个人。但是我若是过路口90度才来洗我的时阵，我洗过来，我其实会使看到规条马路。你若切这个直的，就叫做切西瓜。你看无到你左后方的人，所以公车是怎弄到奥多拜甲脚踏车伫右侧伊要右转，就是因为伊搭伫伊的车有一个视觉死角。你若要倒弯，甲你共向的行路的人，互你定定互你弄到，就是因为你要洗我的时阵，你看敢若即个方向，所以为对面行过来的车好较少。甲你共方向行过来，车好坐。他早就是讲啊，讲是共方向的吼。因为伊公车伊是大车伊悬嘛，伊有一个角度，伊为下骹看，你若行伫边仔时，其实看袂到你。但是你若有停，你就绝对看有。也是讲我的角度已经设过来。讲到这个角度，你就爱看到咱的这个行人穿越道的设计，咱拢搭伫路口，安怎搭伫路口？我就是跟道路切齐嘛。但是你若伫外讲吼，伊有一个日字形，伊的。行人穿越道会退缩，就是讲我驶过来了，我差不多10公尺、15公尺，才是行人穿越道。所以我即摆会使看到你规条行人穿越道的人，但是咱唔是啊，咱的车甲行人穿越道是同一个所在。另外就是讲咱无庇护道，那庇护道就是讲你若是大路口，你即摆路中的时阵，你有一个混凝土的物件甲围起来，好。第一就是你开车的人，你就无法度完全拢用这个切西瓜切过。第二就是万不幸，你若无看到斑马线的所在，你会先弄到，你先弄到迄个。但是咱逐个人拢抗议讲我开车常常去弄到，所以抗议拢甲讲掉。咱小等就来讲哦，讲有阵里长就来讲啊，讲恁这个道路要拆去啦，要拆掉啦，无阮常常不时咧发生但是你弄到，就表示你本来你开车的方式就唔对，你才会去弄到嘛。迄个物件就是来互你弄，就是要保护大家。我先请教这个姜老师哦，姜老师以早是就是咧主管的这种事务吼。姜老师，你看这个个案哦，他说民警已经讲了差不多3个，吼，真的这是3个。但是我的这个问题是讲，这应该是地方政府爱去做，还是中央政府爱去做，还是讲咱人民爱自我觉醒，还是什么代志？我讲交通问题吼，这是一个公共事务吼，是讲咱公共咧行这个空间是。无论是地方还是中央，其实咱拢爱对这个代志，拢爱定一个规范。其实伫咧台北市，你若较知影款的，比如首都啊、大都会客运因即摆拢会讲吼，你若这款驾驶，你若行啊路口，你要转弯，你一定爱确定吼，因就要一个机差，机差伊就爱看清楚吼，伊代表伊会要求你的司机爱做到这点。所以今日这个代，我想这个代志以前嘛拢发生过啊。这代表就讲，你知影你的款的公车司机，你就是你有这款情况，你一定要甲你的司机训练甲真清楚，你一定要做甲安尼。这款代志袂当搁会发生，因为你已经知影伊会发生，你就无应该搁会发生啊。但是老师，这交补10万块尔，可能罚这个公司嘛会互交通局罚啦。罚这差不多罚偌济？我看我应该是更较济嘛，袂正100万吧？袂啦，应该是加是几10万哈。少数无啊。不过这对一个客运公司来讲，伊嘛是算一个大的数目啦吼。伊个本身伊可能嘛搁爱去赔偿这个受害人，对所以我相信，对家属、对客运公司拢是，包括对政府吼，拢是一个足大的事件吼。同款，我感觉咱若拄着问题，咱就去解决问题。所以，
这件的事件，我感觉应该是互政府、互客运公司，包括咱人民吼，咱拢爱去警觉。你的公车，其实咪干那公车尔啦，因为一般的车咱小咱一个一个来讨论。对，你应该就是你应该就是爱真注意。嘿，你过这个路口的时阵，像民警甲我讲嘛吼，你上好是我甲。莫切西瓜，我甲正看清楚对，啊无你就是真正停落来，你甲看清楚，嘿，你才越过。是，因为咱也知影一个数字哦，一个车的发生哦，影响1.3个人，就是一架车的可能会1.3其他的人辛苦病痛啦、厝里拖累啦、种啥的，这是真正的社会负担啦咱小等下过来继续讨论，这到底是什么人的责任？而且交通部最近因为大家叫大家骂今日塞出来真侪方案咱来一个一个来看。首先，刷来咱来先请教这个批分在这个案件当中，他多民警嘛讲有这个保护岛啦这个退缩啦这个穿越线的这个退缩敢若如此而已吗？咱台湾过来看，咱台湾死亡率啊，交通死亡率啊，你隔壁有一个日本人咱台湾甲韩国本来死亡率也真悬，人伊这几年啦开始伫小学啊开始做教育创啥物结果你来看2019咱是这个14.3这个南韩是11.1，但结果2021。咱来看这个图表，2021，人南韩变做5.26，咱12.67。日本人免讲，日本人2010 4.5，2016 4.1，即马2.1。你是总体来给咱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咱台湾主要交通问题是啥物？今仔日头拄即个案件是。行人行路的人，互咱公车互弄着。咱公车，咱台中的公车是台中市政府甲咱的交通部拢有预算甲补助的。所以讲，为虾米公共运输啦，公车比一般的车更较危险呢？是因为公车的司机啊，我有观察啦，就司机咧长期过劳。长期在一个赶时间的状态里面去开车，所以伊就无请求刚老师讲的，只差确认。我要花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啊，我无爱做，所以才有刚刚民警讲的，我要测试过，为什么要赶时间？为什么咱公车车门硬着人的代志常发生？为什么公车赶时间的代志常发生？背后就是咱公车司机过劳的问题，无人去处理，无人去关心，所以咱行路的人、骑奥多拜的人、开车的人，不会去选择咱公车作为运输的运具嘛。所以咱马路上面愈来愈侪人要选择我要开车，无用奥多拜，我要用奥多拜，较方便。较安全，较省时间，所以咱公车变成是一个已经足侪预算等伫水内底，但是伊的 CP 值无遐悬，导致伊的服务、伊的安全性也是受到打折。你看到这个问题，小等来请钟老师来分析讲，台湾的这大众运输到底是什么情形？因为今仔日会使讲题目会当足济啊，讲是咱行路人的地角看到这个标题，咱做台湾人实在是真无光彩，所以咱特别邀请到日本人来看卖讲，这莎莎机上这个英文的报纸甲咱写讲台湾是。用路人、行路人的地角啊，行走人的地狱啊，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有这种感觉吗？还是讲你在这15年当中，你有感觉讲台湾有一寡变化？你讲看卖。刚刚，就是我在说CNN 的这个报道里头说到，这个台湾人啊，台湾的这个台湾啊，是走路的人、行路人的地狱，就是很不好走。好，那你有这种感觉吗？有，那个我们那个走路
我们在那边的话，走路的话，那个路上是平平，然后没有那个随便那个乱停车。但是在台湾呢，特别是那个7楼的那个下面呢，有一点那个地板也是凹凸，很难那个走路。对，如果那个我带那个推车这样的话，一定没办法那个过路，一定要插到那个走路那个部分是很危险，而且一般走路的时候有很多那个7楼的那个下面违规停车，所以没办法过去的时候也是要过那个岔道，然后走那个岔道的时候。那个车子常常那个我的旁边那个穿过去我感觉像超危险这样子。哎，但是你有觉得像地狱的感觉吗？哦，不会到那个地狱的程度。没有关系，你可以说实话。对，但是不是那么安全的感觉，一直要那个小心。对，对，就是要一直小心，一直警觉。对。啊，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有喜欢像刚刚他们几位都有讲到说，台湾人不太喜欢坐公车，因为觉得公车危险，然后而且不方便。那你在高雄，你住高雄，对不对？那你住高雄，你的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呢？我现在就在高雄的时候，一般是骑摩托车。你也骑摩托车？对，很少。所以你也台湾化了，是不是？对。好，那你有觉得你骑摩托车的时候，那么？你停车位不好停，或者是到处都可以停，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停摩托车？哦，一般是停摩托车的话，那个有白色的那个线里面可以那个停车吧。但是有时候那个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停我也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你怎么做？哦，对，但是你就跟大家一起对台湾化了。对，所以台湾人那个乱停不会那个白线的地方停，所以好像我也可以，所以不好意思这样说，那个我也可以乱停。对，刚刚Sasaki上呢讲了一个重点哦，这就是人的个性，所以有这个好的环境，有这个好的这个法令，吼，交通的规划，人性就来遵守，吼，大部分就是安尼啦。无Sasaki上人，伊本来是守规矩的日本人，但伊就无位通好停啊，就无，我不大家就安尼停，就缀咧停。这就是咱咧讲吼，奥多麦吼真容易互人有这个的频段，吼要出去这个7-11买物件，啊嘛爱骑奥多麦，吼啊要去买一个饮料嘛骑奥多麦，吼啊这是咱台湾人这个，因为无法度，台湾就是吼人多，吼道路也较歪，吼啊土地也较少，所以奥多麦变做真方便，这咱来承认。但是咧整个的规划吼，看起来敢若迄个米线糊咧糊到顶吼。老师，你敢看有啥物解方吼？互咱大家哦，通个一粒食落去，大家就突然间变守规矩，敢有这种路？有啊。有啊。有啊。老师讲来听看觅。不过我来讲啥去吼？你其实你伫咧高雄的路算宽，是高雄路其实算宽吼。马路算宽的。对，伊是算宽啊。不过你讲吼，其实哦，我感觉人是安尼吼。比如我伫咧台北市的时阵嘛，阮三个邻里交通改善嘛吼，所以阮就甲咧巷仔内底迄款6米啊、8米的巷仔，你甲画清楚哦。即搭是车行，即搭一个绿色人行道是人行的。啊，款的停车位呢，停车格吼，汽车、机车你若画好势，啊，恁要收钱，我来收钱嘛，不要紧，恁去里面家去投票嘛吼。其实你敢有感觉台北市即柯市长即几年来？以后5年哦，伊就甲看总共的456个里哦，拢总做一个，即摆已经做到第2版啊。第2轮啊。第2轮伊是咧做啥？第2轮伊做的就是做迄个人行道，伫迄款的我角啊迄搭，迄个甲做较好势。啊，你搁甲吼，迄款转角呢，哈，较安尼较莫遐容易刚转过吼，伊的速度会较慢。所以其实台北市这8年来，因在做就是第一个，同我讲吼，你会当甲车要行的空间，你人要行的所在，停车的所在，你大家拢画较清清楚楚。其实你画清楚，恁大家都会照迄个空间来。实验的结果是台湾人实际上是会遵守的。会遵守的吼。哦，我对台湾人较有信心。好啊，不过第二个上重要就是吼，路边停车，特别是机车。其实吼，咱全台湾啊，机车收费啊，迄差不多拢无咧收的啦。吼，啊是共款嘛，我伫咧台北市做汽车收费，拢总收啊嘛吼。迄阵啊要总收嘛是共款哦，阮就讲吼，你参加邻里交通改善的计划，恁会当家投票，啊投票其实拢贵，
所以代表咱的人民是会当感觉嘿，我停车爱付钱，这是应当的。已经有这个观念。对，啊，毋你即件的机车，即马台北市伊嘛是宣布讲吼，机车要开始拢总收费嘛吼，其实人民嘛是赞成的。啊，毋过咱其实若除了台北市了以外所在，拢无啥咧收钱嘛吼。台中嘛有收钱，啊，毋过咱若收一工收20箍，甲我坐公车，嘿，坐公车我吼，我嘛坐公车15箍、20箍，其实你迄款的迄停车费，对我乘一工嘿20箍，迄伤俗。较无感觉，无感觉尔，而且即款介绍无私人业者吼，会去甲伊提供服务啦。对，我规气我都做汽车服务的啊，对啊，我后壁就去服务你机车，这就是咱机车停车的问题无办法改善，所以你的路边拢是互遮停车拢占满嘛。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咱的道路咧，以前吼毋是抄日本的，咱是抄美国的啦。所以咱的本来的道路吼，迄车道的宽度跨度就较宽。你若会当讲吼，我甲迄跨度若变较细，我来摕来做人行道，人行所在，嘛会使嘛。毋过呢，迄着停车就过来讲，我无停车位无够啊，哈，伊应该做我停车的空间。所以其实台湾若要改善咱人行路的空间，甚至你讲有诶，大家咱即马骑脚踏车骑到遮认真对无？嘿，我要骑脚踏车，其实路边的停车即个问题爱去解决。嘿，你若无办法解决即条，迄是足歹做的。好，啊，毋过我爱特别来补充一下吼，根据吼即款的大家研究啦吼，你若会当做吼做人行的所在人行道，嘿，其实吼咱的交通的事故会减少嘿，种人的款事故会减一半。哦，减一半，安尼就地价变天堂啊！你若会当甲迄车道车道变较矮，因为咱即马车道吼伤宽，所以你若汽车、机车会使做伙嘛吼，啊，恁使汽车人嘛做讨厌。边仔一个机车伫咧边仔，所以你若当甲车道变较矮3米，其实你的机车就袂徛迄款的汽车。快车道。嘿，袂徛伊边仔。你即摆一个车道缀一台迄款的汽车嘛，搁缀一台机车，所以会徛做伙，所以你会感觉真赤白。嘿，做票吼啊，所以你若甲减较迄款的车道迄款跨度啊减较细落啦吼，其实。你会当吼减遮迄款的吼，共款你会超减30个迄款的。30%。50%，机车甲自行车的50%嘛吼。好，啊，搁有一个，你搁边仔遮吼，有咱有一寡条啊啦，也是迄款的迄电讯局的电信箱嘛吼。嘿，其实你这若会讲共款，你甲减少掉，你嘛是改善机车甲行即款的行路的人的死亡的部分。哇，你这做起来，那地价变天堂咯。无你看韩国嘛是做这个代志啦，吼，韩国嘛是做这个代志，伊嘛是伫咧学校啊，伫咧主题区的所在，伊就去甲人行路的所在去甲规划出来嘛，吼，嘿，啊，你甲这个障碍物甲提掉嘛，吼，上重要都这。是，这我来先请教这碧芬吼，碧芬啊做了真侪私人家己的这真热心的研究吼，你也讲互大家来听，啊嘛，互这个钟老师来听看觅。看钟老师讲一个歹势吼，刚刚迄是理论的状况啦。咱来到咱信义区的，这是松山路啦。松山路，咱来看，这足快，人行道足快嘛。但是有啥？有互咱机车会当停车。遮咧是互咱自行车吼，脚踏车会使徛。过头前遮吼，较远的看到迄公车的停车的站啦，吼。等于讲哦，咱的人行道它没有母法的规范。这是顶嘿。就这物件，包含咱变电箱，然后速穴、进球外，还有我刚刚讲的停机车，拢总伫咧咱陆做位，参做伙，敢若迄落撒尿牛丸共款啦，哦。但是咧，人要位道行，无位通好行。我行伫遮哦，机车位我边啊，我要来停车啦，骑过来哦，就危险的。人车争道在哪里争道？在人行道上面争道，汽车遮快。即马佫加一个脚踏车。对，安尼就危险的。头前遮吼，这是 U-Bike 啊 ，U-Bike 的停车场拢伫咧咱人行道，咱人行道就变成一个容纳百川啊，海纳百川，足侪物件拢伫咧顶悬，安尼上衰的人就是咱行路的人，这是咱实际的状况。当然，刚刚钟老师讲的这个理想状况，我非常赞成，就搞的很棒。但是呢，咱要做这款的物件哦，伫咧咱现场要面对什么？刚刚主持人有讲过，
我要拆这，我要做这，里长会反对啦。啊，里长伊唔知影，钟老师讲的迄款物件会好真济呢，好一半变，互你地价变天堂呢。但是里长唔知影，里长伊嘛是哦，咱传统。咱讲互伊知影，敢会使？就难的，为虾米？真困难。因为因嘛是受害者，因是咱车本思维底下的受害者，因唔知影做这些林行道的路权，提升它的路权，可以让我们行人更加安全，伊都唔知影。所以这本身啊真侪问题啊，就是民警吼有实际执行这个交通环境的这个经验嘛吼。你人行道我随着问你一个问题，咱即摆吼U bike有当时会当徛去有这红砖仔路吼顶头有这U bike通徛车，有车道啊，所以咱窜过的时阵吼，变做伊驶过来吼，甲咱弄着吼，变做咱甲挡路呢。变做我足歹势，到底我应该爱歹势，还是无歹势？这吼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咱对这个人行道的这个设计吼，咱无一个中心的思想啦。咱就是啥物拢要爱，啥物拢要爱。咱上趣味就是你去台北市会使看到啥，拄啊老师讲的迄个绿色用画这个人行道啦，真正的红砖人行道顶悬停好多摆，伊伫路边佫甲你画一公尺的青色的人行道出来。人行道停奥多摆，佫政府甲你画迄个白色的停车格，互你停哦，合法的哦。人爱去行路啊，你行路啊嘛，毋是袂使。咱即个绿色这种标示型的人行道，外国嘛有，但是外国的人会安怎？伊边仔是有栏杆的，有么字形栅呢，甲扎落来，你车袂甲伊弄做伙。另外就是拄仔老师讲的，足侪咱即马东区吼，中孝东路的巷仔内底，足侪迄个秘密的巷仔，伊嘛甲你创这绿色人行道。但是对面伊有汽车停车格，你本来就是讲我这个巷仔伤细条，我留一寡互车行，所以我这边互人行。迄是毋是里长咧反对？你即马人加一条出来，对面搁通啊停车，你就违反当初是你想讲我要这个巷仔较顺畅，互你行的这个状况啊，你设计就毋对啊嘛。你拄啊讲这个红线、黄线这设计吼，常常因为阮人爱去会勘嘛，你这边要画红线，要画黄线，交通队爱去派人去会勘嘛，大概去。你去年毋是讲才要画红线，伊讲因为阮这头前常常乌多摆乱停，挡着阮做生意。第二档搁去，里长甲你讲，因为这车足歹停车，阮生意拢变歹，会使取消无？共一个理由，伊为着要做生意，去年甲你讲爱画红线，今年来讲会使歹画红线无？咱就无一个中心思想啊，咱伊想要安怎就安怎。你像拄仔咱讲迄个人行道，连咪有迄个骑脚踏车的，连咪政府搁互你合法停乌多摆。阮常常伫掠迄个行驶人行道、机车行驶人行道，有当时就讲在违反人性啊！我的乌多摆，你政府甲我讲会使停喺顶悬，但是我袂使徛起哩，我用钢的，实际上是用牵的啦。你若讲停边啊2公尺会使牵，画50公尺、30公尺，你讲叫大家人拢足乖停落来用牵喺遐，违反人性，所以伊就讲我就停喺遐，我就徛一个小一段尔。这听起来真美美嘎嘎。你不如你甲迄个人行道，比如讲我若4公尺，我2公尺，规个甲你讲掉，我就真正互你停车，也是互你车行。但是我人行道的所在，我就是100%我保障你人会使行嘛。你袂使讲我互你4公尺、5公尺，但是倒边是脚踏车，正边是停机车，头前搁放一个变电箱。你甲我讲这是人行道，你一开始设计你就无一个中心思想。你若买，你不如该互车行，我甲讲掉互你车行。我人行道无一定爱足宽，2公尺嘛会使，但是我爱100%保证就是互你用人行的嘛。你爱有一个中心思想来设计。你像日本伊安怎？因无红黄线呐，伊路边就全部禁止停车嘛，伊无红黄线，全部叫你去路外停车，叫你全部拢停车场，所以伊就无一个违规停车的问题。这个等一下请莎莎去。就加一个车道嘛。但是你若有一个中心思想去设计的时阵，你就会使解决拄仔讲的这念咪安尼，这念咪的问题。老师，我过来讨解决啊。头拄仔因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甲你会勘。你今仔日这个理由，明年搁另外一个理由，咱是毋是拢爱常常爱为民服务，变做无啥原则性？到底这个所谓的中心思想，是应该法律来规范，还是讲咱行政单位，甚至讲中央卖插地方政府来做就可以吗？就做会到吗？其实我来讲，咱台湾这个。人行道的问题，或咱应该是公共通行权的问题。
这几十年来，其实是互咱，我是感觉大家拢无去注意这个代志嘛吼，对无？你即摆咱人讲吼，你嘿，这你讲有一个视障的啊，吼，身障啊，你嘛是要一个空间互伊行，恁搁叫吼做一个啥无障碍人行道，啊，谁啊咱连人行的所在拢无，对无？所以其实应该是讲，咱这几十年来，咱对人行路这件代志，其实咱是哪无甲看到安尼，所以过去咱的道路在设计的时阵。咱都足少甲人行道即个元素起道路面顶，为啥？我著头拄共款讲嘛吼，咱看抄美国的嘛吼设计，咱著抄着伊的公路设计，公路设计就是无人行道嘛吼。好，第二个，咱的市区的本身的虽然咱都市计划区内底吼，较新开的遮拢是有人行道的，啊，毋过共款嘛吼，咱的机车的问题，咱无办法去解决啦。好，所以我讲。恁若要甲遮个代志要解决，第一个，咱爱解决停车的问题。好，所以讲嘛，头拄讲哦，日本因拢路边拢无停车，嘿，汽车也无，机车也无嘛，对。所以因就做清气，你一定要互人行嘛。吼，啊，毋过咱即马无办法，即马咱的状况就是，咱路边拢全机车，即马机车佫讲我停车位佫无够，所以我感觉咱嘛知影讲遮个代志爱做，其实咱真正爱做，要做要哪做，我是感觉第一个。你还是爱去解决停车的问题。我刚刚头拄有讲过嘛，我伫咧台北市做款的汽车专门的收费，嘿，我的汽车毋来走对啊，所以我即摆来讲吼，台北市的汽车停车的问题其实已经无啥问题，因为你只要收钱，伊无应该停喺路边，伊就该走到边仔去，嘿，同款机车收钱嘛是爱收。你的机车才会当减落来，但是一摆收10块，啊就无人要替你代收啊。无你一定要用，你讲你停时间停愈久，你一定爱收愈济。啊，无这车一定该停规工的嘛，袂走。所以咱收一工收20块，这无好无路用啊。嘿，你一定爱讲，比如讲吼，我1点钟收10块，啊，你就2点钟20块钱，嘿，你就算照含汽车安尼收啊。是。嘿，安尼才有办法啦吼。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若要甲改善这机车的问题吼，啊，搁一个吼，机车你一定知影嘛，因伫咧日本考机车，你搁会骑机车，因伫咧日本考机车驾照一定是足歹考的嘛。机车驾照，机车驾照很难考，是不是？超难考的。对，日本的状况。对，你跟我们讲一下在考驾照的状况。哦，日本的那个考驾照的状况是，我们那个要拿到那个驾照的话，花很多时间，跟那个还有花很多钱。多少时间要去？时间的话，至少57个小时。啊？你再讲一次。57个小时。57个小时。对。那是一天几个小时要去上课？一般的规定的话，不能超过3个小时，所以就是27天以上一定要上那个去学校上课。所以要花19天的时间，起码要花19天的时间去上课。对。考一张驾照。对，没错。哦。对，但他的上课并不是说政府要求你去上课，因为实在太难考了，所以呢他们会自己去上课。啊，我们现在是太好考了，你去上课我还要补助你2000块。哦，1300、1300，这个差异在这里，对，是不是？那难考是难考在哪里？题目很难，还是什么样的难？就是两边都很难。那个我们有分那个2个，一个是那个科学讲系，日文的话那个学科那个讲系跟技能那个技能那个实际上路考。对，所以两边都那个考试也是要考上，然后自己路上要技能考试也是一定要考上，才可以上路。对，所以通常你的驾照是什么时候拿到的？我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差不多大3的时候，差不多花半年的时间，所以才有这个时间嘛，不然你上班的人你要19天。其实很难。对，一般是那个大学毕业之前一定要考上，不然的话没时间可以拿到驾照啊。哦，所以这个嘛有差别呢。你若是做学生时代，你有去参加这个考试的时候，你可能 imprinting 吼，会较印象深刻，会较遵守规矩。你若做了社会吼，开始叫社会吼，这个习气来污染去吼。我唔是讲社会歹啦吼，我的意思是讲。你在学生时代就开始经过这种训练，啊，可能有这种改变啊。佩君，你安怎看？讲到咱学生哦，头拄仔咱钟老师有讲，这上重要的是停车格，机车的停车格要做好。
更较重要是安怎是人行道嘛爱同步进行啦。遮是桃园哦，桃园这北龙路，咱会使看到这条路足奇怪哦，一边有人行道，一边无人行道。请问哦，你若是要骑奥多摆，你要停倒位？你当然是要停遮嘛，遮较方便嘛。因为你要牵车的时阵，你有人行道会当衔接你的目的地甲停车。停好，吼，因为遮有人行道，你停好会使行嘛。但是遮无人行道，你若是要牵车要停车的时阵，你落车的迄个瞬间，你就足危险的。啊，是安那遮有人行道，遮无人行道咧？遮足有名。因为遮去甲里长讲，迄边无去甲里长讲。哦，我甲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所在呢，无久以前哦，发生了一件足严重的代志哦。这个女学生哦，国中女学生，伊咧下课的时阵要回家的时阵，有一台汽车为后壁甲弄过，伊互弄到的所在哦，迄边是拄好无人行道的迄边，伊无位通好走。无位通好行，啊是安怎？无人行道，伊要行伫咧咱车路顶悬，车伫咧伊边啊呼叫，安尼是足危险的。啊，我看到即个新闻哦，我足心足疼的。我想讲，为虾米咱人行道你走一边尔，你无走两边？啊，我就 Google 迄新闻啊，我看到当时哦，伫咧即个道路要做人行道的迄个议员啊。我就甲伊问，为虾米你走一边而已，你无要走两边？走双边毋是较方便嘛？大家拢会使行。啊，这个议员甲我讲哦，这边的店家反对，伊讲你若是走人行道，对我的生理有影响啊。啊，这议员就因为安尼，伊就悲伤的，就心疼的。伊想讲，要是当初哦，我再多沟通一点。多做一些说明，再努力一点，是不是这个女学生就被往心啊？哦，结婚你讲到一个重点啊，这个吼变做讲，这项代志就是议员去讲，啊讲袂出车，啊就是随在伊，变做无人通好主张，无一个中心思想。头仔民警讲的，无一个中心思想讲，这应该做，无应该做。因为这没有母法的规范啊，就变成说。对一个议员来讲，这是我会当做成绩的所在啊。的空间。对，为什么要让它变得足清楚？那我做一条80分，做2条100分啊，但是我已经有80分啊，我讲袂准车啊，袂要紧啦，啊无就安尼。对，所以我就讲吼，咱中央甲地方拢有责任，中央爱做这个足严格的规范。好，碧芬，你这个案例小咱再来讲，我要请教这个。姜老师哈，姜老师，这个图是你提出来，这个图，对，我就是要讲这啊，就是讲除了中央啊有这个魔法，通好来规范以外，咱来看一条路吼，干那河川的啦，好像一条河川呐，台湾的一条河川呐，很可能是这个水利署，也可能是这个国防部。你说怎么会是国防部？因为它旁边有保安林，那有可能是因为是高滩地，所以它很可能是都发局，所以它一条河川有好多个单位在管理。台湾的道路也是这样哦。咱请这个姜老师啊，跟咱讲解，这个目前这个情形，这到底是什么解药？我要给你讨解药啊。搞赶快嘛，我讲这条路面顶有人要行嘿，有车要行嘛吼，你搁有爱种树啊嘛，对嘛吼？你可能面顶啊一寡什么街道家具啊，你搁有耗子啊，搁有啥物公务局，你有警察局要做这设施伫咧嘛吼，所以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这条道是盐地城市一个社群因画啦吼。啊，不过阮公民帮推，阮本身阮嘛在杀出来规个道路的断面的改善的这个倡议嘛吼。好，所以伊这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嘿，以前交通的人敢若讲吼车嘛吼，车行的空间。即摆综合要甲看。其实无论是交通的人，还是内政部嘛哈，营建署的人，其实拢共款。咱要做这个道路，这个道路面顶有啥物人要用这个空间，你都应该予伊空间。有人要行，你都爱予伊行。毋过咱过去
就是讲咱的原来的设计内底无即个元素，所以咱的旧的市区内底吼，大部分的市区内底其实拢无人行空间即个元素伫遐。吼，所以，毋过我讲真正要根本改善即个问题，确实吼是中央应该是定一个法，吼定一个法。但是定这个法，伊通好规范到讲，你即个什么所在会当停车，什么所在什么情形会当设什么得设什么物件，还是不得，还是安怎会当设啊？才有吗？其实拢会使写啊，吼，拢会使写，会使写嘛，会使写嘛，吼。好啊，毋过其实即马算讲，咱有交通部本身，咱做这一路嘛，吼。其实本身交通部伊就有一个道路设计规范，营建署嘛有一个市区道路的设计规范，吼。啊，营建署最近吼，因较进前吼，佮做一个是人本交通的设计规范。其实咱有即个规范。哦，老师你已经讲到3个规范啦，吼。对，咱观众朋友头开始分啦，吼。这3个规范当中，敢有可能整合起来？啊，譬如讲，咱来做一个，重新做一个，更较应该是安尼做啊，应该是安尼做啊。哦，老师你有应该是安尼做，应该是。咱看了这就大啦，吼，也有教育局的啦，也有工务局的啦，就路顶啦，吼，啊，可能啊，公园路顶管理处，嘛是，因为嘿，啊，还有警察局，这个所在是民警恁以前咧管的吼，啊，还有停车位，啊，还有交通局，啊，还有咧。我阁有听到一个案例，讲下骹吼，若要代讲吼，有工务局啦，啊有电信局，啊阁有咧，啊阁有讲你若迄个有线电视要带线吼，叫做管传局，伊咧管这个线，伊嘛爱来处理。都发局哦，这个整个这个街啊路这个市容要安怎做？这本身在地方政府，所以咱要甲观众朋友讲，即摆目前咱咧讲台湾是行路人的地价，这件代志到底是中央造成的，还是地方造成的？我袂当讲吼是中央地方，我感觉大家拢有责任嘛。咱大家拢我头拄讲过嘛，我要说人行道，你都无效我说，对无？吼，所以其实做政府的人，其实咱共款嘛。政府呢，嘿，都是公仆嘛，吼，我是嘿人民啊爱啥物件，我爱去服务伊嘛，吼，所以上重要是，其实咱上重要是，你的人民对行路这件代志，你是毋是认为这是我应该有的权利？啊，所以那么讲过嘛，吼，瑞典伊嘛是甲嘿行路的空间，伊是变成宪法规范讲，这是你的基本的人权。啊，所以共款台湾的社会，恁敢要去？会当公道嘛吼，你要公道无？公道讲，人行路的空间是毋我一定爱有的权利。那即个来讲公道过，所以道路你无人行道，你拢哪做出来啊？对无？你莫大家讲，我要停车，我无爱停车位啊。啊，若甲你讲你若做人行道，迄生理会变好啊歹，我会甲你讲，搁做保证。其实哦，台北市你会看吼，人行道愈宽的所在，伊店租是较贵。你若去看中立车头啊，中立车头，因最近咧施工嘛吼，伊就用迄款的迄软式迄栏杆啊，甲架一个，嘿，扎起来，啊变成迄店头前有一个吼，会当排队的空间哦，迄间店的生意就变做。所以大家意识啊改变了，民警你来讲看觅。其实我感觉讲吼，咱定下咧讲交通政策的3E 嘛，吼 ，education、engineering 跟 enforcement 嘛。其实吼，3个爱同齐做无毋对，但是其实我感觉上重要的吼是交通的教育。就是你大家人爱对这有认识啦，吼，咱若对交通的问题无认识，啊，你看怎讲拢无好。啊，认识伟大开始，就是咱拄仔拢有讨论到啊，咱定定拢嘲笑讲驾照用鸡腿换的，10点去12点我就摕到驾照啊。啊，像啊英国甲日本的驾照，人伊爱57点，我想像啊英国甲日本的驾照才歹摕，因为有一个道理就是安怎。你这人若无法度经过这个考试吼，你不适合出现在路上啦。你变成杀人凶器啊！你不适合出现在路上，伊就是这个中心思想。啊，咱的思想就是讲，大家人拢爱有一张驾照。咱台湾无驾照的是人口里面的少数啦，外国是有驾照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咱多甲因颠倒并，咱台湾看啥无摕驾照，足少的，100个内底可能无到10个，大部分的人拢有驾照。啊，你像咱足侪。细汉爱培养的规矩吼，甲咱的意识无。你像日本的囡仔，因过马路安怎？左看右看，因搁甲鞠躬，鞠躬毋是讲有礼貌哦，其实鞠躬是一种看四方的一个概念。
甲你教讲你有礼貌，但是其实伊是看两边。他做民警吼，民警咧军生，毋是个军生笑，伊讲是日本咧观光的时阵，看到这日本的魔族，迄个暴走族啦，停红灯，停红灯咧，看到红灯啊，全部咧哇停落来。啊，因为囡仔过马路上爱举手，咱举手讲啊，好像毋是，伊举手，互大家看会到，伊要过马路。啊，那像咱话足有啦，即马。昨下迄个交通部吼也有讲啊，即马对着一些银发族啦，吼老大人啦，吼高龄的啊，甲囡仔，拢会开始来做这个教育啊，做加强吼。咱先停一下来，请莎莎基上啊来讲，日本人在这个交通的规范上面，尤其是对老人家跟小孩子，或者是你们做的交通教育，你自己的生活经验里头，你可以说给我们分享看看。我们在那边的话，我们大家都我们的那个头脑里面是那个行人优先，对，所以那个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车子停下来，先那个过斑马线的人先走过去，然后才那个车子可以过去，对，这样的那个概念是我们从小到长大，老人一直都有这样的概念的。你说从小是在课本里头，还是大家出去在排路队的时候就会发生，老师就要这么教你做？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老师教我们，还有那个另外的方面呢，我们那个上学的时候在台湾的话，现在就是爸爸妈妈带上去吧，带小朋友上学，但是日本的话呢，我们就是小孩子自己上学。当然不是一个人上学哦，就是跟那个邻居一起那个一样的时间，对，排路那个。这就刚才咱细汉时阵哦，爱排路队哈，但即摆拢无啊哈。我摆讲一个例子哦，迄阵啊，有一间啊，敦化国小哈，敦化国小伊去新迄款的校舍改建嘛吼，结果伊共款，因的校舍迄款应该是活动中心的改建，所以底下有迄款停车场嘛。啊，毋过伊原来算讲上下学的学生的迄款接送区嘛，抑阁是徛路边。对。啊，我迄阵啊拄是都社委员嘛吼，我就甲迄校长讲，校长，你安尼吼，你甲迄照囡仔上下课的所在，你徛路边，安尼敢对？应该是算违规的，因为敦化北路是拢袂当停车嘛吼。我讲安尼是毋违规？伊讲对。我讲恁是毋逐工拢咧教这囡仔违规？伊讲对。好，我讲啊，校长安尼敢会使？你敢即件你会讲在你迄款的接送区，你著甲摕入去你的停车场内底。啊，校长嘛讲，我会使，啊，毋过你爱规个台北市拢安尼做。我问迄款都发局讲，安尼会使，会使。所以我来讲，即摆台北市所有学校，你若做校舍改建，你的接送区你都爱塞入去停车场内底啊。所以咱会当做无？咱会当做，只是咱要做。但是嘛，爱对方听会入呢。你若像头仔碧芬讲的，讲迄议员去甲迄里长讲，伊就无效啊。哎，无啊，我会甲你讲嘛吼。其实我会讲，咱即个社会是敢若有一个你方便，你嘛要方便，结果变成大家无方便、无安全，也是讲咱即摆应该当来思考一下，咱是爱生环境对，已经行路变做地狱啦吼。对，你虽然讲无讲说实际上无讲吼地狱啦吼，你无感觉安尼，你也不觉得嘛吼？按过来讲，我是感觉即个话安尼嘛袂歹啦吼，好，我甲会当甲试者吼，即个社会当觉醒啦吼，社会当觉醒，所以我是感觉讲吼，真正啦吼，人行路的空间是咪咱基本的人权？我感觉即句话，咱来甲对咱的社会来沟通嘛。因为观众朋友无一定会当理解讲。行路对啊，我都行路啊，行路是咱即人行道是咱的即个空间安全。到底具体是啥物？吼，应该是要搁较具体的即个法令，吼，袂当创这，会当创这，吼，譬如讲我的问题啦，到底U bike弄着我，是伊会当甲我牵吗？还是我会甲牵转去？还是讲爱安全？吼，因为对啊，恁就来规划讲因为这样徛甲红砖啊路啊。但是我行的时阵，伊徛咧足紧的呢，伊嘛会甲我弄伤呢。这是要安怎？就无法通哦，无理法啦。咱就讲找115无理法，变做安尼。所以这个基本的这个法，头老师三位拢也讲啊吼，咱应该定一个，甚至去到宪法内面先规范，再来法律内面来规范。吼，这我互你时间，譬如你来讲一个你的案例。
宪法吼，唔是讲生笑的，敢若离我们就远的。但是哦，我甲各位报告，有一个国家哦，叫做瑞士 （Switzerland）， 伊将伊的脚踏车甲人行道的宽力上升到宪法的层次啦。哦，为什么伊要安尼做？因为因较早嘛是甲咱台湾共款，有即款的交通的地域、交通的地域、地价。较早主持人讲哦，台湾骑奥多拜足方便的，我要去7买一包烟，我骑车骑过，哦，我着骑到门口口，我就停伫门口口，买一个烟我就转来啊。是安怎要安尼做咧？就是因为行路范式啊无搁较方便啦，而且搁较危险，所以我就骑奥多拜，安尼较方便啦。啊，为虾米别人的国家伊将咱行人行路的权利哦，当作是伊的宪法的层次？我举一个台北市天母学校的例子哦，甲大家报告。天母某个小学啦，伊的上学、放学时阵哦，咧门口口拢是足侪车哦，咱家长要接囡仔要放学啦，对，放学。安尼就塞车啊，议员就甲这个问题甲咱市政府报告，教育局就讲好，我就甲人行道甲卡掉，互咱车搁济会当容纳较济的车，但是安尼卡掉一年过了，嘛是搁塞车。伊就讲啊，那安尼啊，我把人行道盖回来好了。哦，这是发生伫咧咱台北市的，所以咱没有一个宪法的层次啦。啊，地方的嘛无即款人本的精神伫咧内底，所以一直就恶性循环啦，一直恶性循环。我无爱行路，我满18岁较紧的，我就跟妈妈讲啊，妈妈我要开车啦，因为安尼较安全，无我会互弄死。所以车愈侪，一人一台车，一台车一个人，安尼就塞车啦。是，沙医生。就最后5分钟哦，你来发声一下哈。你对咱台湾，你对我们台湾人，虽然你已经来15年了哈，你还是基本上可以从交通上面发现你自己是日本人。好，那你有没有什么觉得特别可以来做，然后马上就可以做，或者很简单就可以来改变的事情？在台湾的那个交通方面嘛，我觉得一个地方就是那个警察要严格一点。警察要严格一点。哦，民警的公有力啊。对。好。对。这个很重要，对不对？如果违规停车，可以马上那个罚单。警察严格不好，爱像日本，因为他日本你点数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他取消你的驾照。那因为他们驾照很难考，他很重视那张免许，没有那个免许，他们很痛苦，因为下次要拿很困难。咱就我甲你讲啊，鸡腿换我10点去，12点就摕到驾照啊，我哪有差我点课就好啊。咱佫无记点，佫无注销，所以，但是他刚刚说的是说你要严格执法，对你来说难不难？我觉得很难呐，我觉得很难是违规太多，你根本抓不完。就是违规伤济，咱违规是一个足普遍的现象，但是你日本违规是足少的，足少人伫违规啦。你对有观众，比如讲，你来做警员的时候，你有认真咧抓无？有，真正有认真。我若看到，我会处理。但是我就讲，咱台湾的社会问题，不是讲警察无伫抓，是根本你看到的太济，你抓袂了。其实就是讲，你这个叫杯水车薪啊。我抓10个，虽然是足严格，但是因为你违规的人是1000个、10000个，你10个是无效。你若讲，大家人拢有一个概念，咱拢守规矩，你甲少迄个违规的人抓起来，安尼会使改善。但是咱是量实在是违规的量实在是太大。小张哥，你听得懂吗？就说因为违规的人太多，他很认真在执行，但是还是抓不完。所以我来请蒋老师上后尾甲咱讲，咱来知影讲，其实各县市政府真济县市政府并无专责的这个交通单位有的县市政府是县政府是还佫无交通局这个组织所以呢，若要来治理交通啊，这个规划交通的时候，其实是乱糟糟真一团。咱敢有可能来做一个法，连这种物件甲法治法，甲法治法安尼然后做大家有通好照这个规则来行。这是一定爱做的啦，这是一定，这是阮公民帮推这个协会，阮一定咧倡导的。第一个，咱应该有对
嘿，机车对各种车咱的规范，头拄讲过嘛吼，咱的规范嘿应该定一个清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驾照考驾照这个，嘿，这个一定来嘿。对，第三个吼，头拄讲到较嘿违规的记点这个代志，这应该实行。第四个就是其实吼，你看英国甲日本哦，因迄款你若是违规啊，迄若罚钱啊，罚则足重的，会罚到你嘿，判你倾家荡产吼。所以为什么因拢守规矩的？其实全世界人拢共款啦，嘿，只是咱有一个吼，我看咱这集吼讲袂完啊，应该喺第二集要过来讲啊。讲因真侪细节吼，尤其咱主要是要互咱的观众朋友吼有这个意识上的这个觉醒啦。无吼，敢若靠这个环境来抓袂完，啊吼，规划的人嘛是。